对10月开始啊，就是明仔载连续3天到1月20是114年大学的学测。今年学测计共有12万1000人报名。大考中心嘛提醒讲，一定要早有相片的证件去考试，袂当早手机啊、电子产品入去考场。今下晡就真侪家长、学生先去看考试场，也走去庙里拜拜，祈求这文昌帝君甲因斗保庇。对10月到23天是114年大学学测，今年学测计共有12.1万人报名，校园内满满拢是准备要考学测的学生，有的阁有家长陪同，伫17下晡去到学校，带先看明仔载学测的考试场。考生也表示，提早来看考试场有较安心淡薄啊。看之前当然还是就想说会不会不适应之类的，然后现在就是想说看一下，调整一下后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考试。我觉得就正常啦，就叫他放松心情啦，因为最主要就是说要健康啊，就是平常心去考啊，因为就差这1-2天了嘛。对啊，这1-2天就是只要稳下心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提准考证含芹菜、菜头做伙拜拜，希望考生勤奋学习，考试有好彩头。侪考生家长看完考试场了后，来到文昌宫，祈求文昌帝君的保庇。你嘛是爱认真读书啊！大家说我甲你加持，文昌帝君甲你加持，互你去考试，袂敢若讲紧张啦，安尼就对啦。除了熟悉考试环境，祈求文昌保庇有好运气。大考中心也特别提醒，考试一定爱带有效的证件，亲像身份证、有相片的健保卡、驾照、护照，也要注意禁止炸电话、电子产品入考试场，避免违规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